卫福部有宣布讲，要继续办理伫重点科别培养公费医生，要来解决增卡欠医生的问题。也毋过，这个措施公布了后，有引起医界不满。很多的偏乡地区正面临高龄化跟人口的这个外流啊，它会因为人口的关系不具经济规模，可是它仍然有医疗服务的需要。所以才需要有灯塔型医院的奖助计划啊，但是只有钱也没有用啊，你还要有人啊，所以要搭配起来一起规划。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公费医师的制度确实在短时间之内仍然有持续办理的需要。卫福部即个协定9间大学，会当伫110个学年度来招公费医生，其中清华、中山、中兴大学一间会当收30个。也毋过，医师工会全联会批评即个政策是反起反倒，嘛认为讲医学生的专业应该回归咱国家久长来算的医疗人力的需求，嘛应该爱先做好专业评估，无应该干那看低期的。